立冬8五尖，乾濕整天真噶啦。立冬有8樣嘢，千祈唔好飲。邊8樣啊？睇我哋屋企有冇瀨嘢啦。11月7號就係立冬啦，有8樣嘢你再為食都唔好再掂，每一樣都係大忌。唔聽勸嘅話就係自討苦吃啦。咁往年嘅立冬你可以唔在意，但係今年嘅立冬非比尋常。係120年以嚟最特殊嘅立冬。咁今年2025年因為有2個立春，又閏咗個月，所以今年2025年被稱為係雙春閏月遇青蛇。但係因為有2個立春嘅原因，咁今年嘅冬天時間係會非常短嘅。陰寒之氣會更加集中。如果你可以刷到呢條視頻，茫茫人海中你就係嗰個有福氣嘅人。如果你可以耐心啲睇完佢，對你係有非常大嘅指導價值，你一定要豎起隻耳仔聽住啦。你再睇右邊呢一排，唔理係紅心定係乜嘢，隨便點一個就得，順便留低一句立冬吉祥。因為語言嘅力量係非常強大嘅，有啲事啊仲係要聽完避一避嘅。一旦你冇做好嘅話，可能就會後悔啦。所以千萬要記住，唔好掂8樣嘢，同1要樣。呢一個係古人傳承千年嘅文化，字字珠璣，聽話照做就冇錯噶啦。咁到底係邊8不沾呢？首先係生蘿蔔定冇飲。咁民間就有冬食蘿蔔夏食薑嘅講法，不過生蘿蔔性質係偏寒涼嘅，所以要將啲蘿蔔煮熟好先至再食用啦。第二，番茄、矮瓜、生菜就少啲飲。事關呢幾種都係屬於反季節嘅菜品，而且係屬於寒涼性嘅，攝入之後就會增加身體入邊嘅濕氣，增加身體入邊嘅額外負擔啦。3，秋瓜就冇飲得啦，冬瓜、絲瓜、紅瓜呢就冇飲。咁老話都有講啦，冬食秋瓜寒濕到家，特別係怕冷嘅人就更加要注意啦。4，兔肉、鴨肉就冇飲啦。事關兔肉同鴨肉都係屬於寒性食物嘅，咁食多咗就會令到體內嘅寒氣加重啦。喺冬天食多無益，寒上加寒啊！咁如果實在係想吔嘅話，稍微食啲多係得㗎。芫茜就冇飲得啦。芫茜亦都叫做香菜，好多人喺冬天打邊爐嘅時候就中意加翻啲芫茜嘅，但係芫茜亦都被稱作係斷陽草，具有發散嘅特性嘅。咁食得多嘅話，就會令到我哋身體入邊嘅陽氣外泄啦，從而影響到身體對濕氣嘅調和能力。所以喺打邊爐嘅時候可以唔食香菜嘅話，就盡量少食啦。6，醃製品咧冇飲啦。咁立冬一到，好多家庭都會準備啲臘肉香腸等等嘅醃製品。不過呢啲食物嘅含鹽量係比較高嘅，過量食用對身體健康就好不利啦。咁若然係自己屋企新整嘅臘肉香腸可以適當食一啲，但係切忌貪食喎。7，高湯個水果就冇飲得啦。咁冬天嘅洗山楂、龍眼、石榴，呢啲放耐咗嘅話，糖分係會好高嘅。咁冬天食太甜嘅話，體內嘅濕氣就好容易聚集啦。8，肥膩嘢就冇飲得啦。立冬前後係要冬補嘅，咁好多人就會大魚大肉咁食起身啦。但係其實到咗冬天，身體各個部位都開始收斂嘅，內臟已經冇精力去運化噶啦。咁呢啲嘢積積埋埋喺身上，令到濕寒就會加重。咁最後1要養係要養乜嘢呢？養好嘅雞，虎老滑落，立冬就補冬，虎在胸啊！咁呢個立冬開始之後就進入嚴寒嘅階段，咁正所謂冬寒壓倒一大片啊嘛！立冬之後天氣係開始變涼噶啦，一定要注意身體健康嘅保養，尤其要注意自己嘅飲食啊！咁你知啦，立冬時節又以涼燥為主，再加上今年係青蛇雙春年，咁呢個立冬就會比往年更加乾燥啦。咁呢一冷一燥會係一個嚴峻嘅考驗，平時就要多食一啲鹼性嘅食物啦。尤其係接下落嚟講嘅呢7種白色嘅食材。你知啦，大家可以去市場買啲杏仁、茯苓、蓮子、白紅、紹腎、淮山、葛根嗰7樣嘢，用個鑊炒乾炒熟，用個雞打成粉，每日晨早起身沖一杯，又營養又好飲，飲完含身之暖。古老要到杏仁7、8飲啊！呢7種白色嘅食材都係挑選好嘅穀物嚟嘅，打成粉之後特別細膩，遠遠就聞到濃濃嘅杏仁香，飲起身絲滑醇香，仲帶有啲穀物食材嘅回甘啊！真係飽肚又營養啊！哇，係香係好味，
你唔好睇少呢700啊！喺以前仲有魚肉熊掌都能放，唯獨要飲700飲嘅講法。屋企有條件嘅建議點讚收藏做起身。好係好，要我整嘅麻煩啦。如果你唔識得整，亦都可以點擊視頻左下角就有呢一款杏仁700飲，佢個配料特別乾淨㗎，仲係呢一小袋一小袋嘅獨立包裝，帶出門特別方便，一次沖一包就能夠1日嘅量，真係省時又省心啊！哇，係好嘢喎！梗係啦，除咗正話講嘅呢7種白色食材之外，仲額外加多咗燕窩嘅成分，入口絲滑醇香，仲有淡淡嘅奶香味啊！咁依家正又係補身體嘅黃金期，買8盒性價比更高啊！趁呢個時候好好愛錫自己，愛錫家人啦！願你立冬安康，平平安安啦。大菜就靠命，小菜就靠勤，錢就咪慢慢賺噶。揸住3紅年時間賺一世嘅錢啊！閏月就冇做2次生日，咁佢係6月生日嘅，到底係做今個月定係做下個閏月呢？佢正出世過咯。閏月就冇結婚，又冇動土，冇搬屋。民間有閏月不動土、閏月不造屋嘅講法，老一輩人將閏月稱為虛月、霉月、陰陽失衡。咁如果喺閏月結婚啊，或者係動土啊、搬遷啊、起屋嘅話，就被視為係吉利，會影響家庭嘅和諧啦，影響家中嘅風水咁話。咁唔知你家鄉嗰邊又係咪咁講呢？閏4月就豐年，閏6月就冇人嫁娶。點解呢？閏中間3月，閏8月就兵荒馬亂，閏年就做10月物啦。閏一世要記住紅過未必要，邊5個啊？生一個人係未必要反面，中意一個人未必要歸味，錯過一個人未必要掛住啊，睇穿一個人冇必要卜穿佢，離開一個人冇必要相會啦。中意乾淨企理嘅人，皮膚就唔好過。多人傾偈，多啲聽小口，冇含日博仔博士，學下收啤散人，脾氣急個心就急噶咯。咁我早上見到蜘蛛網呢？哇，講明好自來啊，近處就好安身，遠處就好賺錢。先敬太公，再敬後龍，新娘選橋，避開人哋。新創就冇坐外嘢啦，新丈就要講請，又冇講買。處女個梳就冇用去梳頭，記住4樣嘢冇借俾啊：1就拐杖，2呢嚟器嘢，3藥，4 BBA。正月初1就冇借錢俾啊，就冇問有借錢。細蚊仔就冇搞我，咪夜晚會賴尿噶。屋企個灶頭就冇帶上出門，睇到烏媽叫你就小心啦。黐！我可能有人攔你啊！冇送衛生俾男朋友，送出去就分手個。男女朋友就冇送鞋送襪，唔係就送車啊噶咯。未結婚嘅男女就冇入雞頭，祝心生仔就冇講啲吉利嘅說話。搬屋就要裝滿個米缸，養隻風 A 足食啊！外圈就內風，面入邊個創針啊！外圓內方嘅意思就係話處事圓滑，善於變通，注重人際和諧。但係佢內在係好有原則，是非分明，唔會違背自己嘅底線。咁棉裏針字面上嘅意思係指絲綿入邊藏住一眼針，意思就係話用嚟比喻外表善良，但係內在係剛強狠毒嘅人。咁原本就係褒義詞嚟嘅，後嚟喺元曲曲江詞入邊講嘅棉裏針，就係用嚟形容嗰啲表面和氣可親，但係內在尖酸刻薄、陰險奸詐之人。同少女藏刀啊、笑面虎嘅意思係差唔多嘅。咁今期嘅老人言，你又學到邊句呢？點讚關注我，知道更多民間俗語。祝你百無禁忌，事事順利。馬喺蛇年就財運好，生意又好。咁龍喺蛇年又點呢？龍喺蛇年結婚生仔就樣樣都好，為公長大。咁兔喺蛇年呢？兔喺蛇年壓力大啦，狗喺蛇年嘅關係差。都係揾隻雞幫手，眉心有黑痣，命運不凡有貴氣，手掌紋路清嘅人，人生行路好順坦，額中有痣係大貴，揾老公就揾個額頭闊個，揾老婆就冇個揾個額頭咁高個。點解呢？禿頭黑夫，
雞後就內交流，龍兔就斷肚瘟，下毒勸就晚年有福，身在勸潤嘅人有福，福運橫了點缺天，人冇三分利，從五起廠更，一聽你入飯就冇再早到，又冇立最後一嚿肉，買咗屋未裝修未入伙就冇請一日晏。自己能量低唔順利嘅事，做7件事就好噶啦。邊7件事啊？一對呢大熱頭，二睇下書，三少講啲嘢，多飲啲滾水，四斷捨離，五少接觸啲衰人，六打個電話俾老母，七換個髮型就好噶啦。女人結咗婚就冇將外家嘅事睇得比老公重要，唔係話注定係吉悲闊貼，唔怕人老就怕心老，呢日點娶妻，絕日點嫁女。呢度嘅嚟日子係春分、夏至、秋分、冬至嘅前一日。古人認為呢4個節氣嘅前後能量係好唔穩定嘅，天地氣息亦都會發生一啲重大嘅變化，係唔適合舉辦啲象徵穩定啊長久嘅婚嫁活動咁話。例如話春分係木離日，夏至係火離日，秋分係金離日，冬至係水離日，代表嘅係金木水火土元素嘅變化。而絕日子嘅係4個立嘅季節，分別係立春、立夏、立秋，仲有立冬嘅前一日。咁古人認為呢4個時間點，天地之氣係會出現一個絕嘅狀態，新舊交替，未完成、未穩定嘅，所以唔適合進行婚嫁活動，就係咁解啦。瓜就要協播，人就要人幫，灰朗就睇笑容，優秀就睇眉頭。名女大福嘅初4、7，人生路上就多順利；初9、11就喜相逢，事業家庭就多稱心。咁初5出世嘅又好唔好呢？初20就向氣盛，健康長壽就心如松；12、20就鳳貴人，如南清長萬事通噶啦；17、29就智慧高，才思敏捷就展運途。20、30就有好緣，人際和諧就福滿堂。嬲嘅事就冇做任何嘅決定，有人客來就冇上3道菜，6個人就冇坐烏龜席。咁點解決呢？唔通唔食啊？黃中勸台會唔會？今期嘅老人言，你又覺得準唔準呢？有啲說話聽下好啦，我命由我不由天啊！手握金竹別富有，咩意思呢？手指好似竹咁長啊，有錢啦！手指細又長，加錢係大旺；手指細又長，家中就有餘糧。手溫處越紅，家氣就別豐隆；手量難遇崩，家中就別貧窮。兩耳巴掌大，橫豎尖聽話個。話自己好耐先冇病，冇幾耐真係病噶咯。福來就不必喜，禍來就唔使憂。男怕日軟飯，女怕字眼寒。男人食軟飯象徵嘅係喪失咗生存能力同埋尊嚴，咁斜眼看指嘅係嗰啲心術不正、壞心思嘅人。有錯就唔怕鬼，有便就唔怕 A。耳珠大嘅人，就多福多壽咯。識得感恩嘅人，處處都係貴人。做事有始有終，就係成功噶啦。長心四周又橫問，日子就多艱難噶啦。老狗就護家，老雞就識事。家有老人就成先知，人老就兩地攬。73、84就要注意，虛歲就要多注意。間屋西不缺，南丁就冇指靠。間屋東南缺，天菜就守住個。意思即係話，如果間屋嘅西北角有缺失嘅話，對男丁就唔係咁好。咁如果東北角有缺失啊，崩咗個角嘅話，咁就會破財咁話。家有個老，如有個寶；家有個賢，就勝過良田。女大就備嫁妝，男大就起新房。有尺就摸量人短，有口就要講人長。食飯就唔怕慢，好話就唔嫌慢。男人就冇扭扭擰擰嘅行路，女人就冇拎手拎腳行路。女大就唔優良，仔大就要離房。親戚就望你窮，外人就望你富。
人生就係咁噶啦，唔好太高估關係，亦都唔好太依賴人啊。半透父老就心計多，牙尖嘴利就是非多。係啊，沉默嘅人就未必單純，牙尖嘴利嘅人好容易惹是非噶。係啊，門欄高咗貴人多，屋門好啦財氣旺。呢度嘅門檻係比喻底氣，咁門口闊落係比喻格局大，咁樣就興旺發達啦。少人窮，人人富，半世即係富土過。呢一種憎人富貴厭人貧嘅係災禍嘅根源，自己都唔會好過，所以心態要放平啲。有桌就冇心交，冇桌就冇亂菜。呢啲不良嗜好係好容易會令人迷失方向，所以要時刻保持清醒。老人言句句大智慧，點讚關注我，知道更多民間俗語。祝你好運連連，福生無量。男怕屬龍，女怕屬虎。點解呢？強勢啦，男人好食，女人就和強。人心難測要提防，健學就冇玄防，生意就冇要象，偷藥就唔會飛，做賊就唔會富。行路嗰時隻腳就冇拖地，喺間屋地個落就碰硬幣，真白又自車。口在信嘅人一般就靠得住，但未活嘅人就好相處。老婆日日都冇笑，講明個老公有本事。手勢亂嘅人就幸福多，睇唔起你嘅人即係親戚，怕你有錢嘅人即係熟人。眉毛彎彎兄弟如三，眉毛出眼角兄弟有半長。意思即係話眉毛彎曲嘅程度大，咁佢就有可能有2到3個兄弟姐妹。咁如果眉毛延伸到眼角出邊嘅話，佢嘅兄弟姐妹就多到坐埋一圍台咁滯。眉毛短又攣，兄弟2個喺外邊。即係話如果堂眉係間斷嘅話，斷開咗，咁兄弟姐妹之間就係唔和睦嘅，好分散嘅。發白亂運，少年就發達，發中有志，富貴就長走噶啦。親戚再好各顧各飽，姊妹再好蝕底就嘈噶啦。兄弟再好知錢就老，朋友再好窮就難交噶啦。離閒時終無事，會人嘅心就不可有，旁人嘅心就不可冇。外甥有錢就咁打臭虎，侄仔有毛有弱點型阿叔。咁做賊就心驚，咁有語就再聲，好就冇責妻，氣就冇空子，家庭和睦就最緊要。男有主見就自堅強，女有志氣就家熱興。一偉大呢行，一家老少啲平安。女人行途啊，到處都有錢哇，冇行日就唉聲嘆氣，好運之俾你嚇走啦。三更就冇貪食，半夜就冇貪食，唔怕屋後堂，就怕抬轎放。嗱，屋後堂係指屋後面有嘅池塘或者有條河，咁對於農民嚟講係好好嘅。一方面方便灌溉，方便用水；二嚟寓意係遇水則發，以水為財啊嘛。不過屋後堂亦都有安全隱患嘅，怕水浸啦，又怕潮濕。但係相比之下，更加怕抬轎房。嗱，抬轎房就係俾2座高大嘅建築物，例如話山啊，或者一啲大型嘅建築物夾喺中間，就好似抬一頂轎咁，就叫做抬轎房。喺傳統文化入邊，彼時話係唔吉利嘅，一嚟唔利於藏風聚氣，二嚟遮住採光。刷到呢度嘅話係有福之人，為自己留低一句時來運轉，一順百順，祝你擔心嘅事都有好結果。自主有志，主有才，來得容易去得快。唔係啩？被偷有志就招小人，坐在家中就和來臨。哪怕有志就更多財，自屈有志就長大強啦。唔係啩？屋漏就先補花，人窮就先揾錢。想家庭興旺就要記住5樣嘢。邊5樣啊？一，屋企冇掛啲猛獸兔；二，結婚上就冇掛喺床頭，要掛就掛喺屋企聚氣嘅地方。屋企就冇放啲乾花假花，冇生氣噶。點解屋企唔建議放假花呢？因為假花冇生氣，代表相反嘅一面；而乾花又係鮮花嘅屍體，代表凋謝零落，係帶唔到啲吉氣翻屋企嘅。咁鮮花就唔同啦，代表有生氣有吉祥，所以要放嘅都要放真花，咁樣先起到催旺嘅作用。間屋就冇裝個大吊燈，同屋企個家私就冇歪歪斜斜，床底有伴就招小人。
身弱嘅人都要帶金，體寒嘅女人都要帶油，帶銀就可以治邪，平陰香噶。心和氣燥就帶珍珠，黑夜點梳頭，夜晚點照鏡，對呢種運氣好嘅人係講你有轉運噶。衣服就冇着超過3日。喂，有3樣嘢冇打橫剪。邊3樣嘢啊？一係枕頭，二冇剪上，三冇剪衫，喜鵲樹上叫，有喜事來噶啦。大門口對主人放，間屋你就冇買啦。屋企有門對門，要掛紅地氈，笑口相開，好運自然來。唔怕陰晴，就怕學藝唔精，火搬山道就縮噶啦。人搬山道就窮，越將就就越低微。夜貓子入屋，冇事點來。民間講嘅夜貓子其實就係貓頭鷹，咁民間認為貓頭鷹就唔係好嘢嚟嘅，因為佢係食腐肉嘅，佢嚟屋企嘅話，肯定就預示住有啲唔好嘅事發生噶嘛。冇同個燕子鬥，冇打啲偷險蛇，冇有咁大隻咁大菜雞條個，貪心就係上當，講出話就要軟，做事就要硬，親過父母，近過夫妻。不聽老人言，吃虧在眼前；聽了老人言，高山種得田。老人言係老祖宗流傳千百年嘅大智慧，係人生經驗嚟嘅。聽得覺得好老土，但係背後蘊含住大道理。但係有一啲我哋聽下就好，要理性看待。到最後祝大家吉星高照，大吉大利。外家女年30萬，年都一定冇返外家啦。咁過冬空，過年窮。咁過7月14死老公，即係7月14先冇返回家。係啊，年初二開年就罷，年初3就冇罷，年初3又赤口，再多是非多，年初7人曆日，初8就好罷，呢3八字就冇亂時講一字，過生日可以預祝，又唔可以補祝，一年就冇做2次生日噶，門口有車咁算富，屋企有糧先嚟見富。搬新屋就喺機上再種幾盆花就好咯。離開鄉下10幾年之後，返到鄉下要講鄉下話，弱者冇借咗就冇還，要還就要俾筆錢呀。去屋企就冇抬一張床，同樣個細蚊仔就冇話重冇話肥，人日窄福分薄，人背縫財運通。嗱，呢個人背縫指嘅係一個人嘅背脊嗰個形態。出遠門就冇啦，屋企人嗌交啦，嗌會就咁盡噶啦。妻子待好，百神之寶，虧兒虧妻，老來無依。大老婆就冇坐新人床，咁辛苦掙得世間財，因為你錢點入你袋，瓜就冇滾圈，人就冇10寸，露水妻就紅蓮雞。嗱，露水妻指係唔正當嘅男女關係，好短暫，好唔穩定嘅。咁正所謂露水妻舊梳衣啊嘛，好似用舊咗嘅梳衣咁，好容易變質。咁而5年雞指嘅就係淨係識得吃喝玩樂嘅老朋友，好似養咗5年嘅雞乸咁，又唔識得生蛋啦，食起身口感又唔好喎，冇咗佢嘅價值喺度。咁老一輩呢一句老人言，想提醒我哋嗱，對待婚姻同埋交友一定要謹慎嘅態度。原配妻子係香，已婚嘅妻子係狼。家屋冇門檻，現在向外流。半夜問雞叫，係個風海笑。即係半夜聽到雞啼就唔好咯。未過12點，雞啼呢就有問題。咁點算呢？俾鎖冧啦。仔響我就嗌出嗌入至得。女仔響我就要多啲前多啲後咯，放時就冇外露，打來就冇行放，去到啲寺廟就冇亂時影相，待神勁噶，瞓覺就冇着鞋，兩公婆中床就冇借啊運，名有終須有，名冇透底難，初一點還債，10紅點借錢，年年辛苦揾錢點存唔到錢噶，一有錢就出事啦，呢就要受唔到財。咁點算呢？滿腹空錢啊啦，去入去出啊！老人言句句大智慧，聽下都無妨啊！咁你今期又學到邊句呢？到最後祝大家身體健康，家庭美滿，1個字順啊！眉毛低，眼睛紅，一世之窮，耳仔細又薄，一生分波堆路碌，額頭窄，
發善妻，一生坎坷路顏平，宰細宰薄，一世福田多波折，亞疏罅大，一生財運難發達，食飯就冇嘆氣，瞓覺就冇冚頭，男人光頭五褲就孤，財旺家旺就生9月，忙忙碌碌就生10月，身薄體密，講話伶俐，好大娛樂就福大命大，前怕狼後怕虎，一生一世白辛苦，唔好攀唔好比，唔好忌忌激忌忌，心好命好就富貴到老，床頭就冇風嚟起嘢，床底就冇風水門，米甕就經常裝滿，搬屋就先搬個灶頭，點解要咁呢？想點又冇日哦，眼如鼠，心如虎，信如子，人就如狼噶啦。啱早就冇講啲咁吉利嘅說話，又冇嗌交，老人偏心，孝子心寒，你哋點話啊？係嗱你個擋災噶。喂，女人嘅底衫就冇放喺咁明顯嘅地方，門口就冇放咁多鞋，鞋晒晒。咁啲鞋唔放喺門口，放喺邊呢？要放就放整齊，冇擋住啲財神。人情到處趕，落去就好姐姐。呢句老人言係提醒我哋，人際關係無處不在，情義要互相幫忙。平時多啲積累人情嘅話，咁關鍵時刻就會得到人哋嘅幫助同埋庇護啦。40多肉大細之意去，50多聽日雞軟不靈，酒逢知己就千杯醉，話得透機就半句多，一期就冇逢咁多人應個活具。點解呢？招車個動物攔路就必有緣故，門前有燈就旺人財，後堂冇官就家不興，心中有人命裏就有福噶啦，搵入教就冇冤將創歪，即係話屙閃出就冇賴地硬嘅。呢一句老人言係提醒我哋，好多問題都係出現喺自己身上嘅，唔好賴天賴地，為自己解脫至得噶。要反省下自己，要改變自己，境就會隨心轉噶啦。咁今期嘅老人言，你覺得有冇道理呢？你又學到邊句呢？到最後祝大家平安喜樂，萬事如意，好事連連。接啦喂，路額頭就遇貴人，所以冇遮就個額頭。哦，耳仔甜到就福氣好，下督血萬亂田，人中心就仔女親，路上遇到黑貓，不日嘢做嘢就要小心啦。睇到動物交配就為行會啦，冇打攪佢啦。幫細蚊仔改名就冇安咁大。點解呢？怕壓唔住咧，門對門就會傷人，門對窗就必遭殃，香樓壞樹就唔入屋，銀杏樹入屋就兩碗地菜。家有羅漢松，代代都出富翁，前有魚塘，後有竹，千擔銀子萬擔谷。嗱，呢句說話係出自《水滸傳》入邊嘅一句民謠，意思即係話屋前面有個魚塘，屋尾有棵竹嘅話，咁樣就可以賺到好多銀兩嚟買萬擔谷咁話。因為環境好啊嘛，屋前面有個魚塘就可以養好多魚啦，咁魚又可以攞嚟賣，寓意係年年有餘，亦都代表繁榮昌盛。咁而屋尾有棵竹嘅話，寓意係長壽，亦都可以用嚟整家私家具。所以古人認為前有魚塘後有竹係一個好理想嘅居住環境啦。能夠人打仔，莫夠人分妻。本命年就冇結婚，叫做紅衫。兩隻老鼠就唔怕虎，兩隻牛就笑到頭。蛇鼠一窩親，是非就唔停個。即係點呢？都夠嗌啦。結婚就冇揀老豆老母生日嘅人，永遠冇欠一任何嘢。你睇下錢財運點好噶啦，你睇下情債就感情唔順噶啦。咁入宴飲酒，宴和見到啲酒爐酒，票就空三代，賭就空一生。冰箱就冇袋住大門，冰箱又冇袋住個灶頭。男人手大就長官人，咁女人呢？女人手大就望不停。只要嫁得好，唔使嫁得早個。過年就冇搬屋，一搬就窮3年噶啦。搬嘢就冇梳頭冇條件噶啦。為見打爛咗，可能個牌子又多劫噶啦。眉毛彎彎，兄弟二三；眉毛疏散，兄弟姓譚。
腳趾長又短，做事有主見；腳趾長又散，做事好散漫。能生窮命，點生窮相？嗱，呢度講嘅窮相指嘅係孤寒獨縮、有小氣嘅人，意思就係話寧願出身貧困嘅家庭，都唔好一副消極醜惡嘅面相。因為命窮可以通過努力奮鬥嚟改變命運噶嘛。但係如果一副斯斯縮縮、孤寒獨縮嘅面相嘅話，只會令人討厭。就算係再有錢好啦，都會俾人睇唔起。咁今期嘅老人言，你又學到邊句呢？到最後祝你同你嘅家人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、財源滾滾、大吉大利、好運來接啦喂10個有錢人9個屬龍，10個有權勢9個屬老虎。先啱啊，兔仔係肯定有錢噶，雞同馬騮就咁唔耐，馬馬乸青牛又咁唔耐。家有4樣好，家旺人又旺噶啦。邊4樣啊1孝順，2和睦，3勤力，4搵錢又識慳錢。5打點身鋼，5運動點健康，腳大有地位，手大就有本事，弱就冇過飽，飽就冇急住餓。早起唔係雞啼前，晚起唔在日出頭。仔女緣分天定，好難強求噶。財運命中有字，終須有。咁又係啊，命裏無時莫強求啊。古老話樂命有終須有，命無透底難。老婆開心，日子就舒心噶啦。好運係笑出來個，唔係哭出來個。邊有哭嘅呢？夫妻唔和氣，男女只有人忌啊。咪有錢難買親生仔啦。運又好，二運又好，到白頭先係夫妻。人糖抌落去，脾氣就好暴躁噶啦。手上紅個豆，窮到頭。咁手上10斗呢？手上10個豆，錢滿貫噶啦。1斗窮，2斗富，3斗4斗買豆腐，紅豆6斗就開當鋪。哇！一聲嘆息就3年貧，好窮真係會窮噶。袋就冇嘆氣，背脊有字。一生啲難過噶啦，受人頸短，麻煩事就多噶啦。貴人勒手高，享就福氣滿啦。間屋隔離有污水，財源就滾滾來。如果有污水，疾病就停災噶啦。屋企位上太過高，氣運就被封住噶啦。家中冇生氣，諸事沾實嚟噶啦。探親就冇空手，送禮就冇送單。房間就冇嘆氣，飲酒就冇嗌交，夫妻關係每處，大金大銀佔幸福，當好待正跟住路，財源滾滾就易發財，待銀發光財運旺，有福就傷財，冇福就傷己，唔好騎兩頭馬，唔好飲兩頭茶。唔騎兩頭馬，意思即係話唔好同時去兼顧2件有衝突嘅事，立場唔堅定，搖擺不定係唔好嘅。咁就好似騎馬咁啦，你2邊都駕馭唔到，咁最終咪會跌倒啦，係咪？例如話古代將領英布因為猶豫不決，唔知係投靠劉邦好啊，定係效忠項羽好，咁最終被逼2選1。咁呢一個就係騎兩頭馬啦。唔飲兩頭茶嘅意思即係話唔好做兩頭蛇，唔好食兩家茶禮。表面就好似好公正，2邊都討好，但係最終有可能2邊都得罪。老人言句句大智慧，睇你可唔可以悟出個中道理。咁今期嘅老人言，你又學到邊句呢？到最後祝你8方來財，喺未來嘅日子財源滾滾來。